富豪酒店咯，富豪酒店有得拍嘅？有，富豪酒店係停車場嚟㗎。停車場跟住搭 lift 嘅咁樣。哦，多位嘅，有位啦，貴唔貴啊？銅鑼灣價錢咯，即係30幾，平過時代。平過時代4字頭㗎嘛，我記得時代我有冇記錯啊？唔係，而家唔使，唔使啊唔使，係係啊，即係時代係我喺我印象中係最貴㗎嘛。都唔係喎。跟住我永遠有個停車場唔拍嘅，邊度啊？利舞台喺呢度啦。嚇，跟住之後燒咗。你轉入去轉落嗰條巷，跟住轉左落去。轉左邊有個停車場㗎嘛。啊，嗰個經常性我都唔拍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揸 Tesla 嘅話，即係唔係話拍唔到，但係好辛苦相對渣咯，可能有啲位要兩手咯。跟住銅鑼灣二期咯，啊，銅鑼灣二期我都少拍，我反而都係真係因為如果過拍你嗰邊嘅話，其實冇得揀咁滯㗎啦，即係你要過蘇國後邊嗰堆百德新街嗰堆，世貿咯，啊世貿咯，如果你食世貿應該最貴啦，係40幾。係啊世